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來》，我係阿明哥劉浩明。也今年常常會講到地方創生，其實也會概念係來自日本。而最主要係希望講每一個地方的發展的過程底部，可以參考到一個地方的特色，同時還有也個人文風情，或者每個地方最好發展出自家最適合的一種方法。你今日的主題如何地方創生，因為喺昨天有一堆講野外吼，而這個唔單止對於自家嘅平民嘅文化、品茶文化嘅基地開始，同時慢慢的邀請他人去熟悉到我哋嘅昨天也嘅故鄉，然後伊嘛判斷我哋嘅昨天地部嘅睇睇細細嘅風景嘅景點，加上自家創意。把一件事情做一定完整。今日呢有請來賓，如何我哋對唔同嘅主人，邱贊伊、邱太公，還有公子邱醫生來到我哋現場，我哋馬上來分享一點。第一點我哋有請我哋對唔同嘅主人，邱贊伊、邱太公來到現場。太公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邱贊伊，來自昨天。好，同時以這個公子邱醫生來到我哋現場。醫生你好。大家好，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叫藍基古鐵，叫一登。對，今天非常歡迎兩位來到我們現場哈，因為其實邱大哥是我們的老朋友了，然後因為之前就有來過我們節目已經介紹過這個相關的事情了，但是開始節目一開始，我哋還是要去請我哋呢邱太公同我哋講一下，最近在做乜嘅呀？最近做乜嘅呀？最近研究都看下也嗰度發通，包括地方上嘅一個過年期間咧，他個人出去了啦，無落來去一個參加一啲茶會等等一個種生活過也不錯，幾好。因為我哋講是上擺節目入邊，邱太公已經同人講過通風堂很用得來嘛嗬。但是我哋係咪可以夾個同我哋觀眾朋友嚟紹介一下講？邱太公以前係做乜工作，然後做乜嘅後來會開始開下通風堂咯。我特別喺啲南山人書工作，去武漢，作為我30年，所以講我喺個50歲以後，都開始面到講我哋啲人生嘅第二人生，係乜嘅東西，都開始去潛，都一啲機會之下呢，我都多茶，一個普洱茶都開始試茶買茶，一個試茶嘅過程中呢，都慢慢地嗰度興趣產生安尼啦，嗰時候對的興趣開始可以卡點嘅，錯，因為你哋我都看到一個喺屏東啊，有一啲比賽，喺全國的泡茶比賽，我去看的時候，我學習一下，一個泡茶嘅人要有水準，個茶室擺喺按鬧，一個泡茶時嗰種嘅風土，嗰種嘅儀軌、嘅禮儀風範按好。我都問到講，我想我就學，我都去潛先生拜師，拜師以後都經過3年的參加比賽，因為我咁我都比賽過後可以訓練自己，我都去比3次，第一次都比一個彎泡，都得到第1名，第二年都比一個提梁泡，得到第2名，第3次用蓋杯泡都得到第3名，第1名第3次第1名安尼啦，嗰個我都一來一咁，我都茶土文化係一種美學，一種生活上幾好嘅東西，我都想講，咁慢慢地來一方面來推廣、來分享。等於都講，其實唔單止係茶係啲好嘅東西，同時也係茶土文化，茶土因為泡茶也係事情就帶出來嘅文化，其實唔係因為係啲幾好嘅事情，佢帶得來去推廣嘅做。錯，個朋友佢是為了試茶咩？都咪講講試茶有地方好試的，買東西咪有地方好買啊，嗰個我都將碌卡，就設批起來。都將一個燉活堂都按嚟去做起來，我去燉活喺昨天，那 QT 嘛都喺燉活，嗰度有一個名就按，
其實頭先我哋咧喬太哥如果講以這個50歲時，都發現到講，其實泡茶件事情係的可以表現個心情幾好。那同時伊嘛喺泡茶裏邊慢慢地去學到個茶托文化，但是其實冇注意到講，冇想到把陸下嘅聲音嘛拋過來。你等於講，有啲頓悟同有啲嘅異地嘅時間，冇想到今日可以同聲音嚟傾下來工作，而且有啲頓悟放心田的一個地方嘛哈。或者我今日啊，馬上落來問一下的那也被公子啊，那義正哈，義正，你當時為什麼會想要回來跟爸爸一樣工作啊？因為跟他被工作的時候，有這個查到課，然後那個叫查到，我就開始對泡茶有興趣。哦，所以說你是先對泡茶有興趣，還是先看到爸爸泡茶？對，都有，都有，是。爸爸開去年輕人，開來對舞堂，我就想要回來。可是我的問題在於是說，年輕人為什麼會對泡茶有興趣啊？你覺得泡茶對你來說最大感興趣的部分是什麼？泡茶跟咖啡是一樣的，還有一樣的個氛。哦，要那個氛圍。所以說，其實你覺得泡茶的氛圍也是很棒的。對。那可是問題是你以前學的是什麼工作？譬如說你以前學的是什麼？我已經做美術系，我畫大嘅美術，是畫圖的，對。然後之後做舞台，做舞台，做這樣嘅鋪器，做你打做做道具啊，是，還有做廣告藝術啊，是做樂器，所以對於美學這部分，其實是很有感受的那一部分。對。那這樣子，你回來之後，你覺得跟爸爸的結合在於哪裡？就是說，跟爸爸的頓悟堂的一個結合，是因為你自己本身有美學的基礎嘛？對。然後也有，同時你也從事劇場的工作啊，美術的工作。那你這樣子回來爸爸的頓悟堂之後，你覺得可以從哪方面開始做着手，一起來合作？因為我自己話對舞堂，只有茶文化專堂，我計劃這樣子一天糾結，這個辦公的地方，可以喝茶，可以避啊，是，對。所以說來到頓悟堂可以安心，可以放心，好，就把所有的俗事放在心田裡面的那個感覺，是這個意思哈。我當初以為是說是頓悟放竹田。因為在竹田裡面的頓悟堂嘛，等我一開始在講，頓悟放心田，不是吧？是頓悟放竹田吧？原來原來一算命啊，就他們原來其實喺頓悟食茶時，就像頭東人的大哥講，其實都可以個表現，先可以個聽下來，個聽下來，然後同時可以把嗰度嘅想法嘛，喺度表下來。好，頭東我哋開始講，可以夾點嘅安寧嘅心嘛，把聲音嚟安固落。其實對廣東人來講，其實係一個幸福嘅事情。錯。聲音嚟鼓勵聽書。但是問題係唔會想到講聲音咧，我接住家工作下，還是講其實應該喺外面打拼咯。一個事情我就想過吼，如果我哋認為講，一啲重點都講，聲音你有意願，唔係講我喊鼓人都鼓來，比如講第一。有興趣，很易過來咩？有明示暗示，明示暗示，好，很好，我聽懂了。頭先嘅嗬，咁咪都當然可以接聽。不過而家唔係講嗰度都過來啦。因為工作上嘅事情一直進行中嘛，而一個工作也係認真去做啦，頭殼也過適意啊。我就講而家過來，因為有面臨嗰度嘅考慮。後來又家啲過來都，我又聽伊講啦，伊都講，伊對竹田嘅未來，又看到一種希望啦。我有啲個茶嘅文化，有一啲接觸過嘛，特別學過茶托，又接觸過有氣氛。我就講，伊都講跟我過來，呢方面我喺度做後生嘅市場，有啲想法啦。剛剛爸爸有講到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說，因為爸爸說，你認為你有看到竹田的未來。是嗎？對，竹田的未來是什麼？那個等會有那個附近，附近有發展附近都有發展。這樣可以開美術館，美術館是就有美術，對，有美術館嘛哈，然後泰美圖書館，然後甚至有竹田驛站，對，然後現在又有一個咖啡館在那邊。那可是對於年輕人來說，
竹田不会很无聊吗？不会啊，不会很无聊吗？不会，就可以去。啊，可以做自己的事。对，反而是一个比较安静做事情的地方。那可是问题是，你今天开店做生意，你是希望客人来啊？对。那你要用什么？你觉得竹田有什么吸引人来的地方啊？竹田有很多，你可以去体验。可以去体验。可以去打卡。都必去的地方。哦，而且其实因为竹田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它除了竹田之外，还有西市。更特殊的这2个地方都有车站。因为像内埔，像我住内埔，内埔就没有车站。你看竹田竹田有个竹田车站，西市也有个西市车站。我们说虽然说公车不方便，火车方便啊，对不对？火车方便，其实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坐着火车到处去轻旅游。所以你看竹田火车站又这么的有特色。好，再加上西市火车站，可是其实对于我们的其他对乡镇来讲吧，你看那嘉东、联络、竹田、西市，有火车站，其他的像你不会讲我们在政治经济的中心，我真的没火车站，我们只能靠陆运，我们只能靠公车。可是从像其实讲我们在上下迄个研究，议政安阳强议论，因为讲能够安心下来，是一个卖点对，你想到，我因为讲发展啊，全部老人家啊，但是我想到杨强人讲，能够安心下来是一个卖点，你有想到吗？我一开始因为讲迄个我也冇想到后生我可以接受。我是用我角度，我是因为我可以接受。我因为点解认识步调过急，阿咪过太啊，去磨汗，想要做下来是比茶就根本都冇安尼时间。但是慢慢的，我用营造一啲安尼环境，安尼基本他个人开始想法上改变，用安尼买下来一种的角度去想法，因为我哋，但是我冇想到后生的有认同到一点，因为根本都，我也始料未及啦，你可是冇想到啦。虽然邱大哥，我不要跟邱大哥，我不要跟观众说，其实我跟邱大哥是同一个年纪的人，但是我真的我感觉到，人家还会有讲，能够放下心来是一个好卖点，因为给他跟人讲，可以闹呀，可以打卡，可以买个东西，对。但是放下心来是一个好卖点嘛？对。观众朋友，放下心来是一个好卖点吗？其实我等下我都买过的国情菜故事。欢迎过来，福起来！上到节目，我哋来自屏东竹田吞福堂的邱赞义、邱太哥同也公子义珍来到我的节目同人讲，以很样的开始对色彩，然后最尾可以加点的。我想请问一下，因为其实色彩啊，件事情哦，同人嚟讲，其实色彩係啲幾好嘅事情，但是好一挺難哦。你咪同啲觀眾朋友講，他講，伊都係，同我講，色彩幾好啊，但是以真實的真偽係盲咯。色彩對我哋本身嚟講，都一種幾保養嘅食品，你像茶以為抗氧化作用，抗自由基、抗癌。等於講我哋食一個茶都保護這個身體，有茶多酚，可以對我哋身體產生一啲好處，也可以降三高，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嘛個亦都可以透過茶，一個種去油膩，濕濕帶亦都會濕濕營養平衡，也都對茶一啲好處，個茶好食的，茶有花香，有果香，有安尼蜜香，你吃的都清爽快。清爽快，你的心情清好，壓力都會降下來，好多對身體好處清態。個人同人之間，因為幾好啊，人下來都可泡一杯茶，本人下是走態，如果你吃飽飯呢，叫我坐下來是一杯茶，聊聊天，甚至特別人哋客家人奉茶，
哦，北宫奉茶哦，哦，啊无路嘅那个路神头摆一啲木头前摆一啲奉茶桶吼，问过路人吃茶，一茶吼对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吼关心哦又亲好。如果你因为讲茶安好嘅东西，它个应该要好好地去接受。对，如果其实茶本在这个本身规划以外，伊嘛可以变成人吞人交流的一个方法。好，像头多前我哋咧大哥讲的奉茶。哦，其实奉茶文化现在等客庄文化，伊咧个创业的文化，因为喺早期有时间。那做些规些路方，伊路方包个都冇相见，甲冇7-11奈旅游嘛吼。我说简单，伊啲店呢，好上面一杯茶，伊啲茶桶诶，上面是奉茶，真的都比来来回回，真的是有个贵度好的人，好，你伊啲我那个及时雨啦哈，我说等于讲伊啲简单的茶，好，伊啲简单的奉茶是个代表个主人的佢诚恳的伊啲心意。咁啊，小乔问下，因为其实从头我讲到啊，茶文化係一种。归古老的文化，归老文化啊，咖啡文化才是一个比较时髦的文化。那个时候你去学茶道的时候，那你刚才其实也就是说，哎，其实茶跟咖啡是一样的嘛。好，那我们刚刚回到刚刚的话题，你怎么样去把你的专业，好，跟爸爸的专业茶这个东西去推广给青年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你们有所谓的双麒麟茶的双麒麟嘛，哈，哎，对，这个想法是谁的想法？我的想法，是你的想法。那你当时为什么会想把茶跟双麒麟看起来两个，一个冷的，一个热的，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结合起来呢？因为比较这个加工很多哦，是，都係加工的嘛，都係加去比，茶叶跟比，非常好的搭配哦，茶叶跟比很多专业的不一样的比，然后我们的抓起嚟茶杯，茶杯下面有茶杯团，个人泡茶，对，然后对下面自己抓起嚟，再加茶粉，哦是。所以说，其实这样以屏东的状况来看的话，其实屏东蛮热的。好，而且其实我们的潮州就有冷热冰啊，对不对？冷热冰就是那种冰上面还有那种热热的那个汤圆嘛，哈，汤圆。所以说，那你刚刚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茶的方式，然后上面放双麒麟之后，对，然后还放茶粉，对，哦，然后里面的茶杯个个的泡茶，是抓起嚟泡到一起。会变得变淡，对，过了会有糖啊酱，是，还有变淡糖，这也不会很腻，不会很腻，对，就等于是有茶，然后遇到双麒麟之后，然后双麒麟会融化，就变成一种变得冰沙的样子，对，哦，所以说其实吃起来的时候，我们先回想一下好了，其实这等于是你看哦，热热的茶本来是热热的茶，其实在屏东的天气很热，其实有时说。我们也不大喝热的东西，可是加上双麒麟之后，你看你可以先吃双麒麟，对不对？对。然后等它融化之后，又是不同的味道，会变成那茶。所以说这样子的一种产品，你试验过很多次吗？有很多次。有，我们有对去做半美的，搞蜜香乌龙，好，蜜香乌龙哈，还有红玉。红玉，还有普洱果茶，就普洱果茶，普洱果茶还有自己炖出来。是。那这一些是那双麒麟是一样的吗？还是说茶粉是都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是。然后放不同的茶粉，不同的茶去做，不同的茶跟不同的茶粉。对。哦，所以说其实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啦，譬如说是眼强眼的讲法，因为茶又替的又要正襟危坐，又要坐起嘅，又要慢慢的泡，那是太磨人的时间哈。但是问题係嗰種，尤其係有社會啊，有的嗰個人講我要喝冰的，可以，錄音如果講冰的又不行，好，嗰時都慢慢的變成講，現在可以把它變成用雙麒麟的方式。哎呀，那你这样子推出这个产品之后啊，那大家的反应怎么样？大家的反应怎么样？对，他们觉得好吃啊，对，而且很特殊，对，刚好我有遇到他买了抓起嚟，去好离开，
又再回来，你靠就我来买，又再回来，对，因为发现奇怪，它变成另外一个，它融化之后。那种感觉又不一样了。对哦，所以说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因为我讲哦，我眼强人都有安尼想法的，超感。因为就录音噶，唔讲录音噶啦，但係咧錄音噶，常常我常能夠唔可以是白呢，而是插入一條是社會，但是真的是眼強人如有眼強人的創意。唔過吼，奇怪一件事情哦，青島那個老人家來生呢。因為吼，也唔講老人家啦，個年紀18有嘅吼，18有嘅啦，以前香港的冇是本人，人家都是本人，唔會輕甜，點解人輕強甜？輕強甜，好啊，實在過度吼，因為茶嘅嗰種嘅18嘅腐豚色，同樣嘅甜，下巴起吼，嗰種嘅味道啊吼。都一種輕模同樣，就綜合了。嘿，綜合的。嘿，因為有的人真的，我因為講啊，譬如說有的人因為講啊，普洱茶初步啊，吃慣的人啦哈，某種某種茶會有一種澀味，但是你看冰淇淋標下以後，有可能會彼此綜合。沒錯，冰淇淋的甜膩的味道，好，或者嘅茶的那個有茶香，對，有茶香，有些甜啊，有嘟好，挺好吃。那當初嘅時間，議政提出這個構想的時候。你就翻白眼，你就想講，那打咩嗌嘅茶先？冇呢，我講我都有挺好嘅想法，挺好嘅想法。因為點解年輕人按樣去本他嘅人食材，一定要有啲方法。像而家頭都主持人講嘅，少少唔好食的，啊個冷飲店按多，搖搖杯，按多，但是我哋嘛都我哋啲茶都切格嘅茶，啊挺好嘅茶，啊因為啲茶嚟做餅。本他嘅人食的話，一定好啊！啊，嗰個講後生嘅係有喜歡，一個對一個茶推廣都挺大幫助。所以伊安尼做，我感覺到做錯嘅啦。因為你這個唔可以講一直，你咪講你用哪個方法去接觸到啲東西。其實對年輕人來講，我都真的冇辦法。但是用一啲我能夠退一步，用一啲可以接觸到方法。可以開始接觸到不同的，因為頭頭議政有提到嘛，有這麼多不同的味道的茶，好變成雙麒麟，對不對？那對於這些年輕人來說，他就從此他就透過我們說透過雙麒麟這個媒介，他就認識了這麼多不同的茶，說不定哪一天他就覺得說，哎，那這個茶原來是什麼味道？錯，不然的話，你只要刮它用喝熱的。一路磨呀，好。好，可是其實對於黑的中間的過程，其實是培養更多喜歡茶的朋友。好，因為我們現場也有幾個是茶包嘛。好，議政，你要不要跟我們說明一下，當初為什麼會想要設計茶包？這個茶包來泡個泡都可以。就是很方便的意思啦，就是它冷泡也可以，熱泡也可以。對，其實啊，發現嘛係的問題哈，因為以前大部分人講，如果以前我講啊，嗰種茶包的茶不好，可是問題係也有啲關現實的問題啊，冇人會願意帶到安尼東西去上班。錯緊啊！伊冇人會帶到你的茶具組去上班。用的還是本它給你變成那種我方便，我隨手可得，好，我要喝的時候就可以喝得到，對，你才可以讓這個產品跟顧客做接觸，對，譬如講，你看可以重要點，好，你喺米的你如果講你一定要燉四物哦，你一定要燉八珍哦，其他生意的模豚燉那些東西，對呀，對，但是假如我把它弄成料理包，我甚至把它變成一個小茶包，對。讓你上班的時候可以沖一包，那沒如何誒？錯㗎，但是問題對你來講的話，你當初可以接受茶包這個想法嗎？我感覺都可以哦，因為你都會採用我哋的茶，只不過唔係啲硬嘅烘拿出來泡，係啲茶包拿去入去泡，對，重點係茶本身。重點係茶本身。好多主持人講到講，因為他嘅入面講茶包都冇茶型，讓去做誒，買茶買的吼，買喺度嚟做。但是我哋呢度嘅茶，一顆到七個，一心兩樣，按呢啲茶吼，放一批嘅茶包，所以講喺辦公室嘅時候拿出一沖啊，伊都可以食，本他嘅方便性，符合一個社會嘅一個需求，如果講點解都食到雙麒麟，一個米湯唔會茶。如果買一啲紅玉嘅茶包過去泡，
都好多哪能讲啊，年代对茶的嗰種嘅了解、興趣、最喜歡啊，都出來嘅。冇唔錯。佢哋先用伊哋可以接受嘅方法，俾接受到以後，如果想講，我要安香嘅東西，安香嘅茶，起碼嘅茶種。錯，甚至還有啲好處，因為伊哋我哋食到雙麒麟買茶包，伊都入來燉唔同的，伊都係老啊。因為當初我哋冇想到，因為1加1真是大於2。所以講伊哋我哋嘅文化有這樣嘅改變的認識。所以講，所以一開始是以所影響出來嗰種效果慢慢地都感覺到有帶出來。嗰個其實嗰度事情唔係講我哋人來做方法都一天錯，冇都一天唔錯。其實有時用新嘅方法。可以變嗰種嘢認識我哋文化世界，亦都係一個好方法。有時下我等下我哋咪有嗰度嗰件細故事。翻過來，福起來嘅，上那節目我來自屏東竹田嘅邱贊義、邱大哥，還有一位公子義正，同人講，伊當初係樣啊去發展出我哋咧茶心嘅冰淇淋呀部分嘅一啲產品吼。我想請問一下吼，其實頭頭義正有講到講，其實竹田有幾好搞嘅地方，咁同時人也嘛發展得出安多冇強嘅口場，咁從敦睦堂同敦睦放心田有兩個部分的話，有乜嘅口場，他人可以參加？有我哋有空間還有戶內怎麼戶外比如講當我哋咧空間地度嘅，係可以預約試茶、品茶，可以品乜嘅茶葉嗰度種選，都主題也可以選，按樣嘅泡一壺好茶，冇都按樣嘅試茶的養生體，都茶道之美樣嘅去欣賞，呢度我哋分享主題，可以醫藥。也有一個植物染，用一個田野的樹葉的染布等等，有盤花製作，那客家人的文化一種盤花製作，也都我哋目前我哋室內可以參加發通，室外都去腳踏茶，就去攞杯行料。就認識竹田的個村的啦，北宮啦，個金枝亭啦、火車站等等，如果有地方可以了，可能我做導覽團介紹。等於講這個已經唔係一個過單純的試茶嘅一個文化空間嘅，一定如果伊除了試茶文化以外，對試茶文化已經發展出無窮樣的一種我哋講觸角，一種無窮樣的嘗試。譬如講頭都講嘅，除了用去泡一壺好茶，品茗，無窮樣的一啲茶心，我哋以前講茶心，而家有啲品茗啊，同時吧有認識我哋客家嘅盤花文化，有思維嘛。咁最尾迄個唔得要行出去，行出去帶客家人去留竹田莊嘅，客家人去掂我哋啲北宮，我哋啲水準。咁種我哋而家去竹田嘅話，有乜嘅景點可以推薦俾我哋啲觀眾朋友？有竹田有幾豐富嘅文化，比如講我哋對一個大港開始了解，來到一個竹田火車站，竹田莊頭，落去二墩嘅路街、美崙嘅路街，老夫子、美崙咖啡，也全部都一啲有歷史文化可以介紹嘅所在，也係我哋農耕係一啲流域。可能是客家人的發展文化，火房啦，冇到一個北宮啦，冇到金枝亭啦，等等，而發展的一種嘅文化嘅軌跡啊。其實我發現到講，竹田是一個特別嘅地方。我頭都講，我同你講，也有啲竹田同時時都有火車路嘛，都有用我哋要我哋講驛站哈。但是竹田又冇窮樣，竹田有個導演，但是對竹田的火車站出來以後，我真發現到講，佢短差唔多冇到1公里嘅路程，例如一開始嘅太佛咖啡店、五臟咖啡店、
太美图书馆，好，了一路行，然后今有几多位德旅店，好，转角又有的白宫。等於講，其實一段段嘅路程，都可以看到佢休閒嘅部分，同時佢遊客家嘅人文化部分，佢適合嗰種做生意行嘅錯，因為我哋昨天哈，2019年都會十大合作首證，2020年都會城市品牌嘅銀牌獎今年要申請國際漫賞，國際漫賞如果我哋意大利認證所以講我哋昨天嗰度地方嘅嗰種嘅環境啊，冇到休閒啊，都得到一個認同。如果講頭主持人講嘅，我哋時事嘅向來都我哋昨天有無同樣嘅一種嘅文化嘅嗰種嘅氛圍像時事忠義祠啊，客家精神，文筆亭，個特別嘅文筆亭，個炒火茶。來回安尼本人感受到，甚至我哋高速公路底下可以去腳踏茶。係啊，係。嗰個安尼講裸眼之下呢，我哋用腳踏茶來做一個出來去寫旅行嘅方式清楚。我哋入邊經營一個茶文化茶莊都希望人來人來都可以來對一方面來品嘗我哋嘅東西，買我哋嘅東西，一方面出來嚟種田來避免大家人的認識，也都不行田。那因為我們知道說，其實雙麒麟是年紀比較小的人喜歡嘛，那因為其實你很巧妙的結合了茶跟雙麒麟，那這樣子的話，有沒有年紀大的人會去買雙麒麟呢？有啊，有，真的啊。那所以說，他的年齡層其實是顧客的年齡層，其實是很多呢，從小朋友到大人都有呢，都有，老都搞。不可以，老多都有。真的、啊。對，因為常常是家庭旅遊。家庭旅遊一來阿公、爸爸媽媽、孩子就都會吃。然後我發現孩子比較不會表達，但是阿公阿媽都說很好吃。所以說你看嘛，同樣一個東西，我們當初本來是希望說年輕的人可以因為這個樣子的東西去接受茶的文化。對。結果沒有想到就是說，因為已經有接受茶文化的人。而因為茶的關係，接受了雙麒麟。都說其實這樣子的一個產品，等於是一舉兩得。對，等於是一舉兩得。我們開發了兩端不同的顧客嘛，對。可是因為我有個問題，就是說，因為你現在是回來跟爸爸工作嘛，那你們有意見不同的時候，有幾好，誰聽誰的？爸爸比較了解啦。說爸爸比較了解，你的意思就是聽爸爸的意思，黑暗的意思咩？唔會聽啊。唔過有啲好處啦，因為有啲意見按你講冇同樣時間大概就會冷清一下。多聽你的時間我啦其實我按你啦，我有優良啦，然後我提講。唔講有道理結果伊都講有讀嗱都啲伊講伊唔講有道理後部都啲講下邊都講食一糖牙，這是一種話術。你說的有道理，但是你還是要聽我的，對，這是一種話術。唔過講實在，以嗰度嘅理念，我哋要學習，因為像品牌。即係年輕人嚟講，其實年輕人對於做幾多事情，因為更加會人推無傾向啊嘛，人接觸東西嘛無傾向。譬如講做品牌呢件事情，我哋以前嘅人那地方要做品牌，但是年輕人都認為講，我哋要有這個品牌，這個包裝，這個會一啲設計，他個然後對下嘅東西有一啲影響。所以，一直我想請問一下，因為其實你回來也一段時間了嘛，那你知道我們現在很希望說，年輕人可以返回家鄉去，那你對這件事情有沒有什麼建議？就是說，年輕人要返回家鄉的時候，有沒有什麼建議？特別是話記憶，還有塔力，是塔力、財力，然後還有他的一個記憶，還有財力。可以做啲咁啊，還有能夠做些什麼事情？個人內可以做啲咁啊，做咁啊，然後就慢慢的更好，就會變得更好。所以說，像你做到目前為止，你覺得還算快樂嗎？快樂，
不敢说不快乐，这个不会是快乐的。所以说，基本上你回到家乡来工作，你没有觉得很后悔就对了。没有，没有后悔过。好，最尾这节目最尾我问讲，哪一天隔壁有幸福？哦，我幸福，真是的，伊咧生日咧生幾多年都希望講有啲生日睇隔壁聽數，係啊，但是有時有咁多生日睇到卡，嗰種係嗰種係很易攰來嘅，但是看可能沒。沒有，啊然後伊嗰個人過無限呢，特別對我兒是講退休生分樣嘅吼，啊另外生日愛努力睇創業睇做吼，我哋事事樣樣吼，因為有個三忙來提分數，啊總而言之咧講都以自家有想法，啊我哋咧也有想法，要是潛水啲可以向下嘅行嘅路，啊因為茶莊啊吼可以救可以睇啊，所以我也可以樂觀其成講，一個將來嚇，一個竹田嘅動物堂、動物放心田，啊也兩間店面嚇可以從起先嚇對佢行落去。其實對嗰種人來講嘅話，其實如果希望這個生意可以停在身邊工作，但是停頓社會嘅發展其實也唔可能啊。但是停頓今日嘅故事會發現到講，其實年輕人要歸去工作唔係一個最困難嘅事情，但是一天要準備好這個有乜嘅技能，同時嘛可以睇到客人咧，一個照顧大下向下發展這個最好做嘅事情。今日感謝兩位來到我現場同分享安多唔同嘅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觀眾朋友來到竹田，我讓來動物堂、動物放心田來做了。呢個佢講，呢個關個朋友咪話而來佢電話。休息一下我哋聽下嚟欣賞來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